35个。哦，咱领面拢有啥物准备哦？毋是来全部落去的，所以爱非常的注意。哦，有咱要落去的，就是阿公甲一个阿弟，但是即两个阿公甲阿弟毋是夫妻哦，因嘛是拢配合做伙哦。迄个阿公吼就信心，但是伊讲伊要娶新妇，哦，啊惊讲吼后辈拜拜安怎，所以迄个无办，哦，无办认错，迄个认错讲明天要招人办，但是伊无办，伊嘛要离开现场吼，但是咱应要叫你无爱带入去房间，因为伊无爱求三宝就在想到，所以呢，你整个我们就沙表演练得非常好，啊，带入去，啊，叫伊来底讲话就赶快出来，啊，出来你们遐就请伊去佚佗。所以整个就是3个球道，但是各位前提，今日去咱要去做伊过境规，毋是，咱毋是遐简单讲，像咱台湾人遮单纯，因为因要拜拜的习惯，吼，啊，咱讲啊，请各位前提，请啊，无无拜拜，拢跪涂骹，因为因兜3个到底拜殿啊，敢若50个人在洗底啊吼，啊，也无够人跪，像啊全部拢无跪，拢跪涂骹。但是咱要怎如何有法度人讲互伊个用伊个心心来逐个拢跪，买有几个？咱徛头前，咱就看着伊讲吼跪有先无爱跪，但是呢，依着咱各个受困的心，我甲讲吼，啊，咱今日来伊吼，一定要把咱个心心刻出来。啊，咱厝边因为拜殿无够吼，啊，诚实个，啊，请咱暂时跪下。哦，这真正吼，咱护法甲你用我受困的心来拜到你全部跪下。全部拢贵个，真正有够上天有够慈悲个。以前咱电脑师嘛足紧张啦，咱讲真，因为伤老热了吼。啊，好佳哉，因为咱迄个拄仔去到，我就记出伊身体大，啊身体大伊边仔拢无力，所以较袂晓去。啊，佮而且呢。